start apa ya? Starting. OK， 哎呀，OK， 零是零所的人到底 Facebook 而已吧？哇，这叮当叮当，你看这个蘑菇啊，那蘑菇，蘑菇还没说，你叫三八啦，叫三八。你喜好看就去。哎呀，好看咯，就为什么蘑菇打败有 free ticket 诶？好了啦。好练的，好练的。我有 Free three buffet pair，没有三哩 pair 個，蘑菇最老棒，加 cement 嚟貼 OK。誒，叫英國中邊過嚟啫？叫你注解啦。佢嚟我喺看含照，你會含住啊？快啲向英國中，英國中，來啊！你來啊！英國中，你看這是係咩？剛才看到電影。Tengok apa ini？哦，佢哋是真係嘛？佢哋是 habanero。Ghost Pepper 啊我先講，Ghost Pepper。Carolina Reaper，Carolina Reaper。阿華翻咗嘅，啊是多我唔加隻喎，我我唔加隻喎，嚇，死嘢啊！佢哋是真係你別借啦，貴咧係啲脆減掉嘢。我老好你係英國中。我唔加隻喎。差唔多會 start 啦來，提供。係啊，各位聽眾，我真係歡迎人到轉來，邊個好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嘅照教呢，我唔知咩事，佢真係擺掉掉嘅眼光了。就這樣，等下把你個找出來是種啊嚇。叮咚，哆來咪啊，哆來咪。哆來咪。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咧，就講下怡保唔使做話題啊，我咪講怡保喎。那這禮拜我睇介紹特別嘅邊先。特別嘉賓，我哪一輩啊？我特別嘉賓咧，就是老椒毛毛菇歡迎。Hello。毛毛菇啊，第一個幫東幫西，幫東啊幫西，幫西幫照，實時候。按咗點是話嘅呢？英國點咪點啊啲幫？要冇變講不能當差能見講嘅咧喎。你個成日人咧。sorry，唔該，microphone hole 係屬 sensitive。係各位聽眾歡迎啊！嚟嚟香港直播。然後第二嘅嘉賓咧，就是我試過注意先。我嚟繼續。然後我第二嘅嘉賓咧，就是老椒阿涵。嗨，大家好。喂，搞咩啦？我咪絕對是 on 啊！你啱嘅特別嘉賓毛毛菇。แล้วก็第三嘉賓是朱隻條嘅，英國條歡迎，英國條你煮未？大家好。煮未到？我啲沙係等住我哋煮個地就晒啦。哦，這我知啊，唔是。啊，我知。哇！就 Western food 嚟。到英國就 Western food，但係知到英國佢食 chicken chop。咦，我希望啦 ，actually， 我希望真係佢食 Western food 啊，咱 Malaysia style Western food，係諗諗係 Western food。然後佢有老椒豆嘅歡迎 ，Hello 大家好。然後佢有老椒哆來咪歡迎。Hello，我是唔是就俾人哋看本我冇事啊？喂，鬼混啊！誒，不打，咱唔講毛毛菇嘅事啊！
然後講各位聽眾歡迎老焦。來玩過你好啊。其實不到你拜六啲嚟時，咱個時講毛毛菇嚟，咱講各位老焦，咱個咧健康啊 ，OK。然後個有老焦開車歡迎。Hello。然後我開始就講，個當佢咩老先焦變老焦按nhau，所以我歡迎按nhau。Hello，大家好。好，แล้วก็ตัดที่Skype 合併嘅大粒頭歡迎。Hello。阿 John，你咪未記日本驚嗬？歡迎。咁你四線係你大粒頭？你聽咩？你話佢車喎呢？特別你較早嘅話車嘛？OK，嚟，แล้วก็個有日本鏡，日本鏡特別來聽咧，冇講話。你特別用時一啲國考嘅時間咧，就是要冚一聲嘛。喂，當然，我睇做咩數學定咗學這裡係幾線咯？獎品嘅時學這裡讀過嚟，兩百刀嘅才叫我蘑菇嘅名。嗱，面係佢第八度，我嘅嚟 check 就是蘑菇啊。哎呦！ OK， 這禮拜咧，我咪講未定季節，咱錄音唔是咱講到唔知去怡保嘅食物件，哎呦，佢就講到食，然後哎呦，我咪講先啊，咪 OK， 有兩代志咪講頭一代志，就是講酸菇嚟啊，特別點解學嘅冇講政治啊，特別係酸菇是特特諗就酸啊，所以有見呢個酸，住人會有多寡鋪嘅，冇諗嗰時。我嚟食，讓得了到啲本地嘅了嗬。我無。冇啊。你有吞酸哦？阿涵，我聽，但係我無對去。特別你吞酸啊？阿面你有酸你叫咩啊？馬來西亞叫咩啊？投票。投票特別你按照你報仇。哈。我驚哦，我驚人話哦。特別冇。我講起 embassy 酸了，哎呦。我做妹姐嚇，咱若是在外國登記在外國嘅人嚇，你成是愛去 embassy 去 register 掉，แล้ว等投票嘅時候，佢要去要一個 assign place 啊，等佢去邊投票嚇，แล้ว一 post 過來馬來西亞，是唔是有安尼款嘅物件？冇，伊人 for long term 啦，long term 嘅人啦。印尼是伊人，你愛 register 甲 SPR register 講你5年內邊有對來馬來亞 more than 30節年紀，你就會使去算咯。特別呢，我會買互我做，因為伊講伊會換我嘅票。是講一件講嘢，我條換票，所以咁咪買嘅啲，變咗鬥卡超嘅啫。OK，anyway， 咱路人那是有算，咱拜幾禮拜嚇？拜三。個幾個？拜三，我頭知道拜三啊，特別個人做到第三刀、第四刀了。第做 public holiday 啊，特別嚇。confirm 了 public holiday。OK，แล้วลองอีกทีส่วนกูอ่ะก็กู9號啊，我係嚟自頭，我嚟自頭就係個9號，他特冇可能啦，唔知啦，嗬，個人呢是唔知其實算กู都就是ตัว即係抌不龍一啲啊，抌不龍來邊啲夾抌不龍？對，แล้วOK。แล้วจะช่วยเป็นเอ็กโก้ฮะอีตามา講話是一句嚟啊，ตามา講話你是哆來咪啊嚇，ตามา講你算古安怎去經嘅？哇咯，我有 echo 咩？唔是，我唔是講你，我講你一句，你就是講話是一句，ตามา你是講你算古嘅是如何？我有講到。OK，แล้วก็有另外第二條咧，就是
愛學阿下是8萬。I好你就不要好我性。係。你我個半啊你。笑清明笑春節節喎。啊啦。係。我唔講咩嚇？第二條就是揸佢就老西啊！我講老西是隻話掉嚇，我講過啊啦。都唔是拜拜啦。嚇？係咩嘅？阿恆？唔是講回啲地拜啊咩？我講崩西唔是講老西，明嘅？停差咗就崩西你崩。你是唔是愛講伊個 texture， 講伊個味素咧？是哦。冇咧個真假，你辛苦，真係冇成喺度掉事。正經。啊。幾波倍？假咧，你是條鬼刀依個入面，鬼刀佢就抓。Anyway， 嗱嘅反正講，即係內第二講有代咱講醫保事。我俾看，咱嘅直播就教啊，咱是個頂一禮拜加一個 extra episode， 故意告訴我。bằng cái咩？啊，唔係啦，啊，之前bằng啊，咪是禮拜咪是bằng咯，之前出歷史咪是bằng咯，禮拜。OK， 但我看完垃圾頭就算嗬，咁算命啫。最或者我看定，人哋講，我哋看到垃圾頭是，人哋講最人，最人跛氣就唔跛氣嘅醫保嚟講，你講你名先。我去過。哆來咪捌去過。頭嘅本有。頭就是我去過啊，推車我去過。我捌去。捌啊。講哦。OK 啊。係咪嗰人去過啦？係咪唔捌去嘅出聲啫？啊，真唔捌去。大家頭去過。大家台灣去過，嗰人捌去過 ，OK， 然後。聽到當然講啦，到底你會記得頭一擺去報是幾時哦？計就水行嘅。過年節安尼看咯，對我等嘅巴士去咯。哦，講話。對我等嘅巴士去了去迄個開發迄個。哦，巴杜開發。唔是啦，巴杜結果過。哦，台北啊，冇你啊。三寶洞，霹靂山，三寶洞，不，霹靂洞，霹靂洞啊，霹靂洞，霹靂什麼意思啊？哦，Perak 哈 ，Perak 好啦，Perak 好咩？Perak cave 啦。Perak cave。霹靂嚇，霹靂是二波，我哋嘛想講是 lightning 喎。lightning 唔是個李光咩？李光湯。李光咩啊？但冇啦，冇叫李光嘅啦，神殿。神殿係咪是霹靂？霹靂 lightning 是 OK，thunder 咧？thunder 是嗰個公。公頭啊！霹靂洞，但係是咧，冇叫霹靂啦，晴天霹靂，霹靂哦，晴天霹靂啊 ，OK， 我在做時你講霹靂是鄧偉咧，晴天霹靂，然後過去食牛蛙。我問下霹靂洞是唔是裏邊有硬鋼嘅？是霹靂洞哦。特粒坑冇，特粒坑冇。裏邊有一個蝴蝶 statue 是那大嘅 ，then 有4個 heavenly kings，then 有伊個觀音嘅 altar，then 伊有地藏王嘅 altar。哦。and then 有嗰兩個我冇咩，有一個就是真係一個手嘅，到底唔是觀音嘅 ，if I'm not mistaken 啊。了，嗰一個就是秋虎咯。秋虎啊？彌勒佛。
Laughing Buddha. 大粒頭。Then of course 有迄個十八羅漢嘅 altar also。來妹。而家去呢時候，做咩事？你 describe 個安尼清楚，你過去嚟邊？我去嗰邊前兩街道嘅。哦，你想去嘅？OK。我對嚟2015嘅時，我去嗰邊街道。OK。嗰大粒頭嗰一個坑個叫極樂坑啊！是哦嚇，the rest 個了我唔捌去啦，特別我 return 個極樂是先呢 ，because 我去白樂洞嗰邊is to 拜做物件。哦，是啊，我講嘛是啲白樂洞。拜做物件。你講啲白樂洞係咩？啊，伊個位哦，伊個靈位哦。哦，都攞下到邊啊你？啊！你啷特別要去嗰邊學曬啊？啊，特啲清明去哦。我今年要去哦，冇都冇啲。我冇去啊，伊人我出來人有去哦。哦。個一個我知後面有人去啦，伊就是一個 cave 來，一個人講英文來，伊那邊有一個 pond 嘅即種誒。哦，是水滴啊！伊水滴，伊個 water 真正清，真 clear。哦。特別我袂記名咧，我捌去一道呢。OK， 等陣我俾個人講正嘅，這裡是，我看到我阿妹咪講我 adjust 嘢 brightness，我看到較清嘅嚇。邊個講我在上面哦？按公字。出價字哦。出嚟嘅。邊個講是咪？這是邊個學見嘅YouTube 誒 counter？哦。我就是講到這邊看人，我看 live 嘅人有，我 post 乜嘢啊？我成日未記 post 佢啊！我 post 到 YouTube，冇，I mean 我 post 到啲 Facebook 會有冇啊？啊冇啊！我咪 post 到 Facebook 會有未記。但係anyhow 到啲 Facebook，啊冇到啲 YouTube 會看到啦，但是講啷啊未 subscribe 咧嚇，但是點你 subscribe 你睇 number key 啊！當見下別啦，搞看下啊！因為我特別 post 咗到啦嚇，然後。個百里門啊，想要我想 Instagram， 哎呀，我未記係邊咧學嘅 Instagram 嗰啲病 ，Instagram 會使你看去，然後呢，就話去你講一波性我都啲 post 未記 post 啲病，所以那是看到 YouTube 然後我被 subscribe 過啊，但係 subscribe 咧，哎呦 ，subscribe 咧你都係。你對看啲 number key 啊？其實key 一個啦。迄是我嚟。哦，耶！一個蛋都多個兩天了。我真係。我 stop it。其實特別係咪我一波下啲？嘅，我等把 publish 去嚟啊。OK，嚟接着講。咁樣嚇，對就 keep 住你啊！所以我就是我會 subscribe 人嚇，keep 邊啲學嘅人 subscribe 啊，就邊啲按即係 YouTube.com/Penang Podcast YouTube.com/Penang Hokkien Podcast 咧，去 subscribe，就揾條 key 啊，登住嚟啊！誒直接嗱，我就會直接嚟嘅時，佢就登住嚟，佢就登住嚟。OK，嚟講啲一波，咖喱味第一好食。芽菜雞，哇！你這係咪驚？你我俾講佢你本，你邊嘅你啊，你一個我哋講咩鹽焗雞啊？鹽焗雞對鹽焗雞，鹽焗鴨河粉、雞絲河粉。你聽下，你讀得字係落有落鬼嘅咧，就咧，有落鬼，我咪啷暑假啷隻小到一波，啷隻小到係咪係隻 iconic，係咪叫做隻小到一波？雞仔餅。冬菇定係咖喱麵，個仔雞，我講一個 ，OK， 我講一個無字啊。對啦咪。我暑假一波嗬，你若是 before 你入湯嘅時，你過一條河了邊啊路邊個了是潮漲參咧，參喺阿毛lau嘅。累啦，我成
迄边迄边真正水，伊空气真正好，我真正是改变的。before 你交通的时，呢条路。我想到有時食的物件了，楊紫瓊、Michelle Yeoh。唔是這物件咧，唔是這物件，別人想到咩？我是想到你咯，我想到的是有淚嘅。有淚？我想到有淚人啊！伊波人第一會曉跳飛機的人，嘛，有淚人。係啦，我是想到有淚嘅人。伊是講上物件咋咧？伊上個because I think it connection 冇咩好事數。想到有淚人係咩數？什麼數？嗱 ，OK。嗰時候咧，我真正細漢啦，無講咧會曉時我去怡保嗰隻family trip 其實有，我對我嘅印象最深刻，講喲，這街路該坐Mercedes，該坐換Mercedes車嘅人，所以成日變到會想講，喲，怡保人就對啦，唔對啊，有影無影啦，就是。古早可能有，唔過古早是寫美曲嘛。啊，對。對哈，第一步我們想去寫美，特別我想到是想到你暗坑，想到你在要去教時，你會看到伊個 limestone 嘅 ，limestone 是叫咩啊？我別記，別曉 limestone 啊，後邊個冇來 limestone。成個我都不容易看你坑啊。巴杜加波啊，巴杜加波啊，伊你看啥？一粒糊起來，你看你。係一粒一粒起來咧，是伊石鐘路，是哦。咱講是石鐘路哦。石鐘路伊是山來，伊是山來，咧伊是成個伊是巴杜加波嘅山來，咧一粒無啦啦，即係 flat field 定伊鋪一粒起來嘅。OK。很一地呢，很啊哈。怡保伊人講啊，是馬來亞桂林來都知咯。對，迄邊有一個地方叫小桂林。因為是有一個愛行一段山路，然後內面真正水嘅。因為伊不是有水啊，有水啊。巴杜加波啊。想到了，嗰一個無關係嘅只誒。等陣我特別嘅另外一特別嘅邊冇錄緊嚟。我啲都歡迎。Hello，叫咩英冇識做？我係執出嚟會。感謝。嗱，那是chat room 那是麼咧？時候人看到 YouTube 上面 chat room 是麼咯？咪參加嚟講嚟先拍，我特啲你 Skype 嘅位，然後 Skype 嘅位人一頭特啲Skype 位 message 我了時我 call 人，當未使 call 我未 at 你特別，你使 call 我陣時講你當我隻股啊 message 我隻股啊，我個無插你嚟講，入面所冇看到嘅 message， 你個就係 call 我隻green 就係咧，是我個拍對嗰度。OK， 嚟講到啲怡保。冇關係，只係就是去不當。咩是不當啊？不當是 border， 而泰國嘅 border。你唔是話怡保啦？怡保係咩關係？怡保不當是唔是啦。是你去看咩？你冇睇做咖啡啊 F9。Sorry， 我讀science，我冇睇咗㗎。做咖啡到phòng trì啊，你買團話。係啦。冇啦，你是大咩啊？你巴林過去嘅隔壁誒，北島นะ ，Perak 誒，under 去 Pangkalan Hulu 嘅啊。ที่เป็น嘅位。對啊 ，Perak 唔係怡保咩？怡保是島嘛？人講僻啦，冇關係。霹靂嘛，對呢個係怡保啦，正一輪，冇啦，冇估能講怡保啦，講。OK， 等陣就是諗每個咯 ，confuse Perak 嘅 Perlis 定當時冇喎。冇啦。啊，盧啊，你講話。唔是，我同你講活動乜嘢佢令到啲 Perak 誒。哦。嗱，冇啦。不當佢係啦，不當冇簡單啊！梅士利，我去過，因為我去過不當，我過去大陸嘅嘛。對咯，嗰時我係咁先啊。一時多去巴林嗰邊，
個 key 咯，key 過啊，是嘛到本加蘭葫蘆是 para 誒有一個刀呢 ，para 刀，我個嘅行人波就搞不到。所以所以冇估咩嚟講。不當是唔是 pera？ 不當是 pera。OK。會來。不當是 pera。是beton哦，是叫 beton哦。spelling 它是香港的巴行，唔是巴行嘅不當啊，唔是巴行啊。Isya Betong is a town in southern Thailand. Near the boundary to Malaysia. OK， 兩個人本調，當時講一個人講一波，等於一直講白啦，一條都是。係啊，閒哦。你想耍工的啦。OK，next。不要叫你講嘛個，直到你講一波。嚇，愛講係咩物件？一波有 Jasco。Malaysia 邊啲冇 Jasco 咩？冇啦，伊頭一個 Jasco 喺迄邊嘛，伫一個 Mid Malaysia 啊。哦。伊都到啦位啊，伊都一波 garden 頭前嘅嗰一間我會記，細漢嘅是點去嘅。哦。頂住喂摸啊！我只就摸到一波杯喎，我頭前點摸啊！我俾佢只條摸到第一波誒。我是即你新嘅 bus station 叫咩啊？新嘅一波 bus station 那邊叫咩？伊叫咩唔知咩 ？City， 是我未去喎，未記喎。一波 bus station 啊 ？City Noriza。City Noriza。City 咩 ？Noriza。唔是 City 啊，叫咩啊？誒，咱冇人知一波 bus station 嘅啊。你選阿曼仔啊 ，sorry 唔是 City Noriza。唔是，仲有頂到拍車啊，坐巴士搭擺 transit 一波，伊就是接阿妹來嘛。你記哦，頂到咱坐巴士，你一停啲阿妹一個細細嘅巴士，就垃圾，就係三巴。你迄邊是水巴 stand 咩？我本未曉本咯。誒特別頂到嘅冇上，頂到當金線呢個時候問題啊，頂到攰嘅啦嚇。嗰啲事啊。有？俾我。我俾我啊。我是記係賣點係頂住更加大勁，賣點對邊嘅問題啊，係即巴士車站嘅對面嘅。你個係條麼？我聊到問價票嘅。OK。一波個幾哪裡冇關係嘅節哀啦，是 Lost World 淡本 Heaven 一波個一個叫 Banjara 呢。係咪嚟？Lost World 淡本是喺 water park 嚟嚇 ，theme park 嚟。係咪？有出到一個 castle 喎，有講有 Kelly's Castle。我冇去過啊！我冇去過啊！Batu Gajah啊！Tanah Merah si Ivo ha, sorry. Tanah Merah atau Kelantan lah. Bola ang Thokam lah. Tanah Merah atau Kelantan lah. Perak Kelantan oh. Oh, city tapi lang kong ka kui ka kui city. Lang kong ka kui le. Lang ki普羅去，lang ki普羅。上啊！即係普羅啊！這是一波嘅普羅。誒，OK，講到啲啊，即係個一波下邊，我電子其實我冇去過，頭一擺去。我一波後我就安個到一波誒，所以我人無久嗰陣時去啦，去Batu Gajah啦，唔是，我頂到細漢時是去Batu Gajah當警察。係邊個？Kokoda。啲Batu，咱先講Batu Gajah乜呢？Batu Gajah 下邊有一個誒，伊唔知咩，伊成日有抓咧，有磨牙，有一位嗬，我叫，咩 crocodile farm 啊？有咩？嗱，你冇去過Batu Gajah啦，唔是波啦Batu Gajah啦 ，because Batu Gajah 一波冇講真會嘛。對。但我俾講咩嚇 ？Before 講 crocodile farm 嘅事，crocodile。
Kokoda 啊 Crocodile Batu gajah, kau nak uncle. 嚇，我去找我 uncle 嚇，當今時，哎呀，我未記得講咩啊？是啊，講咩事啊？Macam tu kau lu cakap uncle mah. Kelly Castle，但係人講 Kelly Castle。哦，咱有一個，咱會記伊保有一個醫學款啊，只大誒，伊只大粒嘅頭頭嘅。有咩？有咩 ？Oh my god，人唔能知啊！唔知。佢哋是更加是唔是？你個點知？你乜你叫？韓國有吞嘅。醫學款，誒，你這是 salad 咩？冇，這個是梅加豆魚白加定石沙拉梅加菜叉加蒜頭。誒，你個幾隻人呀？點解隻？你買？我家仔隻人呀，買我買對呀。特別個攞禮拜我都已經做咗。好。我未攤投票。哦。我冇 register 啊，我冇 register 未，我 register 未，所以未攤。即係你會播講嘅學頭試問兩部嘅時候，伊個手誒對。咱就擺買條餅嘅，然後我本有好嘅薄麥佬就擺咱買。有啊嚇。有啊啲。誒，做咩事？有啊是就第一步啊，明知嚇。我想伊人 berak 有真係借伊人嘅薄麥佬會遠嘛。哦。It's because of Iran is soil. 啊，係咪而家獨立頭應該要拖啊？Iran is soil. Soil and nutrients is suitable for farming. 哦，等陣你講你有講嘅我，係咪你有用學嘅我講？土。二寶嘅土啦，是下仔。伊土。下仔即係水一煮。有啊。等住你講冇等嘅嘛。即係冇啲數面。攏唔知到底二寶啊，攏知冇單字啊，一生出來是生油啊就，伊個土。第二個時行咧就是伊個油啊嘅cultivar。cultivar 就係。裝啊！伊個裝啊！伊個裝。伊蒸啊！แล้ว水雜波唄，伊擺水嘅啲 highway exit 迄邊。嚇！伊擺咧塔起來嚇。啊！油啊，係咩嘅？油啊啦。啊！特別把是下站唔是下面都有油啊未啊？冇用到仔女去隻位嘅，買咧擺仔餅啊，買咧魚啊餅啊。然後去做每時候咧，都係下車幫手嘅嗬，喺下邊響度攤commission。可能更沙嘅嗰邊下車嘅會真係坐貴機，人特別賣油啊賣榴蓮，online 嗰度。哦，我可能講個多個人係咩 state 啊？我唔知。我成日估啊，車係會第好料嘅啦，你特別落去哇，伊會講，然後有一個老人賣榴蓮嘅，哇，伊榴蓮真好食啊！我根本去苦啲嘅路邊食嘅。哦呀，伊只按出裝，係咪裝嘅榴蓮蒜榴蓮？榴蓮甘榜。啊哈，榴蓮甘榜好食嘅嘛。好食，我頂就有食到榴蓮甘榜。一定至少我捌去，咱成講Batu Gajah mana ha？你Batu Gajah是Ipoh outskirt 嘛？有我捌去Batu Gajah，我捌去。你捌去啊？Batu Gajah，我捌去，因為我partner เป็น班是做按摩餅嘛。哦。แล้ว因為規世界上拍嘅時，了嘅時，伊人家了來去馬來西亞去拍伊個按怎講啊 communist。我講佢想拍，特別伊無對伊人，咁了伊朋友來這邊，特別伊人來這邊了想拍較死，所以伊要去伊人嘅幕
吹掉。但仲有周邊有一個阿摩冰嘅幫咯，所以我傳要冰去對人，我一考啊，你吹掉啦，我哋冰個啦，哇！แล้วเราคุณสิคิดช่วยแกลิสกาซูเอเล็กซูจะ好聽嘅嘛？我冇聽過一未記啊，唔知因怎，伊是幾可以包係？伊是 Scottish 人，伊去可以包，伊包唔是阿摩人，伊包是波多嘅人。然後呢個波多嘅去做生意，伊有一是在潮靈站啊，伊有。在潮靈站有真一隻潮靈站嘅會，特別佢波多嘅去做生意啊！伊其實啊，有啲伊着 malaria 伊死去啊！死去แล้ว就被起個被 complete แล้ว被壞了啦嚇，被處理了，所以呢，咖喱咖喱就冇了啦，有啲崩了啦。特別我冇聽過人講樣是，佢那刀樣直接被。要做到東西個接咗做咩事做未成啦？咩啦，冇咁。係你擺佢啊，呢塊，呢擺佢真係特別，即係向阿妹自己講啊。你最棒勁喎！聽到我捌去，啷去嘅時啷掉你，要去叫啊，未來是啷去是佢條大家接轉。叫啊！你行過橋。頭是條接轉過啦。對啊，因為根本冇個弱化。係啦，特別你咪是條過。有。那弱嘅關係。人講啊，人講都有隻大腦人唔一樣啊。冇啊。你有一個 Astro 嘅戲，有時有講伊人吹鬼啊，伊人是唔是有去 Kelly Castle 啊？應該有咯，應該有。我講鬼啊！我捌去過，我捌去緊咗，我去驚，我個驚個。我去伊個 wine cellar，就去 wine cellar，我去陣。我冇去。都係啊，一部裡面部，我去是部咩人嘅？所以我叫啊，我叫啲靚嘅，我叫啲靚佢啊，成個靚。所以表，所以做 wine cellar 就係很啊，然後。伊落個嘢啲暗暗啊，特別鬼大啦！即係裡面，呢房間嘅咧，就即係裡面。我係叫我 camera 個有佢叫咩infrared 嘅 camera，video camera。我叫你而家喺度看一講咧，看我係要翻咧，看冇人嘅我個就是。冇貴。你對超市看好啊！你好像都加一人咁樣。有。infrared 嚟看到啊？你搞？我可以看到鋪來鋪去。當劍人冇驚睇啲卡士啦，伊人去教伊哋先應物假了。一個咩個包一個一波有三位嚟管。三位嚟管？啊！一波嘅 Lost World 淡本伊是有溫泉嘅，有 hot spring 嘅。哦，對。特別咱去有一個hot spring，定咱細陣時去是唔是到一波啊？我其實差唔多我一波啊。這裡是80啦，是哦。意思是我係你去咧霹靂東啊，你喺呢位霹靂東啊冇話叫咩？霹靂東。嗰場好似大冰啊，唔是大冰啊 ，hot spring。未必是大冰啊，未必 hot spring 咩？我唔明聽話我知。大冰是 mistake 啊，大冰。對啦。我 geography 興是真係。南西咪是大冰嚟冇？南西冇嚟啊！南西講咪講係你 instant pot。快點講 instant pot 先嚟。แล้วโอเค，別人講一波先嚟晒講食了。耶！落回歸嘅雞絲河粉第一好食。嚟講係咪落回歸係咪？回歸呢啲一波嘅古卜間迄邊。
我唔知虾米jalan虾米，我知伊地方。伊叫做咩？伊叫做咩？樂會居。居是咩？居住嘅居，居住嘅居，鄰居嘅居。哦。然後伊蝦米雞絲麵啊？雞絲河粉。雞絲河粉，好有。唔是芽菜雞咩？芽菜雞是老王，啲牛杯啊，牛杯店。嘟。老嘟。這是哇！你二奶行嗰邊嘅？唔是二奶行是江興。我嚟睇我就一條路嚇，一流出嘅咧就水嘅係咩啊？二奶行咯。啊不是，伊大嘅咯，唔是你後尾來。你成日人本來嘛是有咧 colonial building 嚇咯，又唔有咧。你幾嘅咯，唔知係就後尾來啦。唔知叫後尾來啊，但係伊人講是古巴薩啦，古巴薩啦。哦，OK。誒，你人知無？一出名一大soup 嘅有湯嘅物件，我唔知是古巴粿條湯啊是蝦米。有一個人真係出名嘅，是咋講啊是蝦米？叫我伊領，伊頭先是做大生意嘅，แล้ว伊談達到了，伊幫伊嘅生意啊，伊去開一個小販嘅檔去賣一個牛肉粿條湯，然後真正好食喎。你有冇聽過無？唔係喎。頭家人啊，即頭家人是打倒來啊，伊真正伊本白馬地，咁了係人伊做生意做個賺個真正濟鐳了，伊幫伊嘅生意去開出嚟小販，伊保平。哦。伊有 YouTube 啊，伊 video 有 YouTube， 伊講啊，伊開小販英國，伊細漢嘅時伊會去食，甲一個老伯嘅人真正好食，了伊他一個老人講互我聽啦，煮安怎，每來伊老人講你聽喎，袂死啊講你聽了，伊家己知伊嘅 secret 啊，伊家己嘅小販用伊嘅老人嘅 recipe。你學伊 secret recipe 所以他那想甲伊 perpetuate 一個哦，接落來去賣喎，賣甲真正出名，佢真正好生意。伊可能看伊厝啊，伊規家啦有伊個大鐵嘅湯啊，煮嘅湯嘅，伊嘅湯料喎。哦，伊個無本上甲伊咯喎。本一個四人粿條湯嘅湯，我唔知是粿條湯，還是麵線，還是蝦米，我唔知。哦，我未記得。特別有啲一波嘅比較出名，你問一波人就知啦。阿涵知啊？唔知。叫你大粒頭家人。大粒頭都叫我看你什麼嚟？誒，都是大啦啦，八隻粿。我唔捌。看到因本來有一個 dish。哦，佢叫咩？你講看叫咩名？我可能看小英。我唔知叫蝦米名。哦，無你亂咗叫就話去食是，我去食，係你物件。我頭一刀食到嘅。我你叫係咪嘅？落地啊？啊！大空包是唔是？睇你過來嘅落地啊！過來嘅落地。過來嘅落地好食咯。我冇食過喎。用把嗰啲肉啲淡薄嘅。啲萬中隻嘅是唔是？大粒頭。我唔知，即係都是人帶我去食嘅，我 just 去嗰邊去食呀。所以這個是伊第是白白抓是伊古來啊。伊古來嘅，啲咖喱雞是包到裏邊嘅。係咪伊落地？哦，伊落地包規個包嘅抓到入面。OK，你嗰邊都是規粒都是落地來。所以你擺伊個落地，然後伊那邊有一個paper，你開 paper，都是那邊伊個落地。哦，安尼。所以你 cut 伊個咖喱雞出來，你食，then after that 是伊個 gravy，啲伊個 white paper 那邊。哦。所以你擺伊個落地。人叫做咩啊？人叫做咩名？一般人叫咖喱雞麵包。哦。咖喱雞。
嘅啊，啊，哇，好料咯！是為咗出名，我唔係我唔係隻鬼。只出名貨之類，我所未記啊，會當是係咪啊？只係是個冰還是金巴哦？金巴嘛，你知唔知幾隻？就金巴是主要之類落地上是金巴嘅，哦，金巴有一間店是做咩嘅之類？啊對，金巴有一間 bakery，有做金巴 chicken biscuit 嘅嘛？哦，雞仔餅啊！啊，哦，雞仔餅是金巴 chicken biscuit 啊！啊，都名出嚟名啦，好嘅啦。係咪阿本是金巴？係咪亞煲雞飯啊？啊！哦，呢個粿條湯嘛是亞煲雞飯，唔是亞煲雞飯，粿條湯是金巴嘅嘛是金寶魚蛋飯。哦。我不去個我不去個宜蘭行定住是。出邊有宜蘭行啊？哎 ，OK 的啦，差唔多咁邊冇咩，唔知啊。I mean，我自己看是嘢歷史聽好聽，係咯。係講嚟。都就其實呢個宜蘭唔是真嘅宜蘭嚟，都就係。唔是雜波宜蘭嚟，是阿平嚟。哦，你可能去蘇阿平你啊。啊。伊朗嘅姨奶就是阿片，唔是真嘅姨奶。哦，I see。哦，我明白了。姨奶是咱無講好，無有講講好話人。姨奶是想要食姨啦，然後伊是講伊唔是真可能少食姨嘅，伊是下邊可能去蘇阿片嘅。明白啊，明白啊。你啊，做乜去讀嘅事？我讀意思有解釋那漢無啊？是 internet 講嘅啦，嚟伊拉講嘅是 concubine lane 啦，但係伊其實是鴉片嘅。藝術啦。藝術啊。我頂住我其實我無，我實是個就小英個人到底係咩嘢？我那是講我係記我去喺呢邊看時，我讀嘅時我無讀到講伊是。即係阿片，因為這是冇人甲講嘅，係咪？因冇 advertise 嘅可能。哦，特別東京真濟 hipster hotel 啲邊啊。攞就水哦。especially 迄個十個邊江興啊。阿邊係咪嘅？十個邊江興是。十個冰，你知十個冰是一款嚟，真 hipster 真 deconstruction 嘅 hotel 嚟，伊了伊是真嘅 industrial 嘅伊型，伊啲江興嘅頭頂。江興有幾哪間十個冰嘛？是咯，十個冰十人打，十個冰哈咪，十個冰江興嗰啲波。哦，江興是會啊，伊老廚啊。江興是一個店咪啊，咖啡店。我成個是有行過嘅，真係。我當行過，伊啲 Yasmin Ahmad 嘅 exhibit 隔壁呢。哦，我冇看到 Yasmin Ahmad。我頂住看到 Yasmin Ahmad，唔是看到伊啦，看到菜。我是看到伊嘅厝，喂，大人教伊時，人經驗我看。那到David Tan Jackson 一波街市河粉。呀，呢是大石 corporation 嚟打到嚟。夜間，你去煮一個街市河粉，變咗出名。maybe 是大媽自己講嘅啦。我可以看 video。video 啊？on YouTube。我講嘅迄個街市河粉是我係媽high school friend 嚟，唔是喺邊搭到嚟。咩嘅你買 friend 超成你。แล้วก็มีกี่個อีโป้巴古德。อีโป้巴古德嘅哪個像哦？好像啊。安裝有咩特別？我知就是要巴古。
人嘅 parents 嘅 generation 啊，人在一波嘅以 bucket 嘅全係 famous。哦，我唔制。了，怡保出名。你人袂記一項物件，人袂記一項物件。Old Town White Coffee。哦，係怡保係咩？啊，是啊。啊了，馬路是名是南香咯，南香嘅只趴，只好食。White coffee 係咩物件？3 in 1 coffee。kopi guleng 咯。我知啊，特別kopi都唔食白。3 in 1 instant coffee 咯。我知特別伊 original white coffee 是唔是 under roast 嚇？冇，依 kopi 是平常嘅 kopi， 我講係 guleng 嘅。哇，對佢講嘅東西。是唔是伊個 coffee bean 是 cold press 加 hot press 係冇相似哦？我未曉，我唔會呢。冇啦，依做壞啦。哦 ，OK。有 something 嘅，我經時時我去你多 coffee 你是多時人講啊未記啊。係咪 white coffee 啊？white coffee 是可能係guleng 嘅，都真係冇啦，冇人會 coffee 是人講 black or white 嘅。冇唔是，white coffee 是伊 bean 啊，唔是伊。我冇乜看到伊嘅white coffee 啊，你 kopi oil 啊，伊是 brown color 嘅，你知道成個 kopi 係了guleng嘅啊。嚇。你就 like white coffee 啊，一波嘅 white coffee 啊，你就是啉 kopi oil 啊，伊是 oil 是 brown 嘅。哦，但係是 light roasted 啦。我聽在 YouTube 上是 YouTuber 講嘅是，伊 white coffee 是 because 伊特別 roast 是你 roast 你補你 kopi 是你冇補嘅安尼啊。你是人哋炒是就唔是講啲人是炒 kopi 紙。你除嘛？冇啦，我一包都整啦，我一包有包。我咧試其實。我看有下面。我諗係乜啦？真嘅 white coffee 嘅迄間店。有去過。到底波呀？一個人嘅嘛，一個人嘅啊。伊個女啊是水噶，無人有哦。這是殺女啊！殺女啊！湯女。啊，瓜菜食女。瓜菜食女。了伊倒啲落啲頭頂，了個有 sausage 食，哇！幾好。怡保我成日怡保，哎要話啦，能講要話啦。雞絲果。啊，雞絲果係咩？醬布，無籽嘅醬布。哦，對，伊是你是講係瓜巴喲？啊，對瓜巴，無籽嘅瓜巴。哦，哈，對。rock guava，係咪瓜巴？Jambu batu啦 ，rock guava。啊，jambu batu 對。哦，我係其實係冇人講嘅呢，點心，一波嘅點心。哦，我日本白牌，安怎我唔係食過怡保點心啊？哦，富嘟嘅嚇，你要買啦，你冇食啊？對面咧，富嘟你對面好食。哦，富嘟你對面啊。我冇食到啊 kitchen 啊。富嘟係咩？點心哦，我冇講就好食。你個人本來應該冇咩清茶，怡保個人本來有清茶點心，要俾係咪個人整冇俾？唔知。我特別，嗰是想話。哦，
有陣時你在有陣時無相，有陣時成日咱這位有別特別嘅啊，可能。伊波人講啦，伊人嘅點心較近香港嘅點心。哦。伊嘅味道啊，蝦米啊。有可能咯，伊波或者更當人。特別啊，伊人講係講福話，搞我人無相嘅咯，搞我人 KL 嘅無相嘅。呀，安怎無相？有啦，幾耐節目咪相嘅？一撥兩撥啊，伊人講1,000、2,000。啊，你是客人嚟，好唔想？唔知呢。了啊，嗰個蝦米啊無相啊？伊人係講福話較近香港嘅啊。哦呀。較正宗嘅啊，是有影嘅。哦。有可能更當話嘛是有無相區。唔知哦。你就咱更當無相位嘅更當嘛？啊，是咯。入亞來嘅人嘛？入亞來是伊波嘅人啊？入亞來是伊波人咩？哦，嚇？我是所講。但是入亞來就是伊波人，伊就唔是入啊咯。伊是葉了哦。咯，葉啊咯。是啊。葉是講話。哦。葉曼啊，是入曼啊。即係伊波時頂擺是功夫人家福建人小拍較亂嘛。哦，是啊。係啦，伊個古仔嘅歷史。啦，入亞來嘅人小拍啦。哦，入亞來是冷啊，頂下。係山嘅。基軒啊，係山。Oh,对，有 sejarah有。我啷聽到，係咪葉山？係咪葉軒？基軒嘅係山。哇！我聽。你人 sejarah 解好呢？係咯，我聽我不聽，我聽到。等住海山是福建的是功夫人。海山啊，應該是海山咯。宜軒啊，這個家佬是功夫人嚟啊！功夫人拍功夫人啊！有無相當啦，無相當。你無相當了。是啦。可能家佬功夫人拍無相當，特別伊講拍，有可能有拍本啊，因是佔地盤啦，頂有。唔知啊。超成呢陣地盤啦，樣大哥大嘛。過來人超別嘅點啊？嚇，咪超石波。石窟。石窟啊？超地盤嘛，凹窟嘛。對。嚇，我是想到一波啦，冇想到你看到咩？去你咪隻點啊呢？有嘢。去屙屎啊！你有隻字？一係咪？咱馬來西亞搭一個就出比較低嘛，就是Perak啦嘛。แล้วอันเจ้าเราจะเป็นเตชุดเนี่ยฟิลเตอร์สีปังสลังอฟิลเตอร์นี่นี่สลังอปุ่นอุบีเจตีมาสลังออุบีเจตีมา actually BJT มาลัง Malaysia is a major producer 啦。ก็有哈，即馬來西亞個有出產即個小哈。still 有特別伊個 still 有特別 right now 當今伊人 recycling 伊個 tin is much easier now than extract， so 伊個 business 做到。哦 ，I see，OK。但當今伊人 tin 當今伊人有大粒 tin 伊人用 polyurethane 嘛 ，right？In US， 無像 material 呢，so 福建話是咩啊？金 element 金啊，哦tin啊，蝦 SIAH 蝦卡吹嘅蝦，是蝦，不是卡吹是不多是蝦 SIAK 蝦，這是蝦。你蝦還珠，蝦還珠嘅蝦，對，你蝦，係是叫批還珠啊？蝦多批啦。係啦，批還珠唔是啊，那叫蝦還珠。批唔可能咩？蝦還珠是架樓嘛，蝦是叫架樓。迄你是蝦
这是 K， 啊，对，石你拔刀落去啊，石环珠就是 K， 迄个是 K 哈，石牙石环珠。石啊，你食大部分毋是你咪嘅石嘅嘢咯。我食桂子，我咪食桂子皮，我佢石掉葉皮。啊，對。你看毛毛菇一顯咧。OK， 我個隨白你撞到你看。但我隨白你撞到。冇，安怎唔會使講叫皮皮咧？會使你係皮，會使。會使本。我是講你話係皮。我想冇聽過嘅，你講皮。皮有可能嚇較少咯，伊有可能是你嗰邊你到底我就是講石。我冇講石。落嚟啦，地煲下。石個石。我諗叫掹石蘋果皮，刮蘋果，I mean 皮蘋果皮，諗叫石蘋果皮啦。嚇，對。特別人冇上，你一定是淡薄，因為你嗰邊是條住人者啊。參喎。冇古魯伊邊人條住人者啦。嚇，我點解條住人？條住話批叫下咩啊？叫批。標住話叫配啊，所以調住話，因為我見你參調住話講嘅時候，成個講細你搬下，後路底豆油運幾把，你是叫咩？碟鏡嚇？碟鏡啊，碟鏡了，比零，了兩個別人講咩？啊，比零是搬。冇驚啦，其實個比零。Actually， 對我嚟講啊，比零啊，較大地龜，較大地嗰啲運豆油嘅。你食咱食青嘅時啊？是迄個 teacup 誒，迄個盤咩？嚇，係你隻sauce sauce 啊。嚇對。嚇對，係對我係你是叫比零咯，成日食sauce還是你食成個海底嘅時，你食啲，可能你是比零。班牛牙龜啦嚇！我唔知亂講，你那是講啊，我哋都笑話嚇，我哋都笑話。小波當然小波。別人亂咗講，你食青是食豆豉啊，你係你青番椒啊，係咖喱，然後可能你細你誒豆油誒盤鏡叫做咩？就豆油盤。豆油盤啦，豆油盤，哎呦！你講地鏡 ，actually 我是被梅朗是意思是呢，地鏡是調住話本來就係地啊，特別我出來是叫我人叫豆油地嘅，豆油地是地別人叫豆油地。哦，你又是愛地含住像嗰本叫豆油地本。啊，對，你識了啲 sauce 識你薄鏡就揾到叫豆油地。特別我記得聽人講伊啲是調住話響，所以有聽跟人有可能冇咪講。所以人調住人嗱啲鏡。係啦，講咩是啲鏡嚟計嘛？係咯，啲鏡啦，對，所以啲鏡啦，我能叫佢做豆油地哦。係，我知你調轉人實在是失敗，係聽，未曉打，我調轉人嚟，都未曉打嘛。我是半屆調轉人，半屆調轉人，我是半屆調轉人，特別我會福建話較好過我調轉話。我是半屆調轉人，半屆客人，特別近嚟曉講福建話。我是半個調轉人，特別我係講普話，好過我調轉話。我全都是，我都劇地本嚟嚇。有劇了個都像哦，那你有劇地，我係爸是劇人，我媽是調轉人啊。我媽我是調轉人。你結果講福建話緊。Hello，咱結拜福建兄弟啦。係啦。誒，都冇 key 啊 number。但人哋咁樣看到人已經是 subscribe 咧，好啦，時間我未 subscribe 過咧，但 subscribe 咧看到你噔 key 住你啊！我看你點樣去做啊？係你啊，應該。
Hello，菜爹妈。誒，菜爹媽歡迎。Hello。哇，你 headphone 做咩事個包硬硬嘅？哦，係叫咩？好，你俾 cable 嘅 organizer。所以你被拍緊，你佢嘎，你係包起來啊？啊，是哦。哦。แล้วรู้ว่าขี่โป้菜爹媽？我只叫ขี่啊，佢8年冇騎啊。嚇，你幾歲啊？你幾8年冇騎啊？啊，哇！300歲啊！我話幾百歲啊！咱300幾歲人嗬？係哦。定得我騎來行時，我佢哋騎邊計騎錯過啦，未騎好過時。是啦。你哋騎菜爹媽，騎架菜爹媽俾阿平。冇啊，點解我同你開菜爹媽嘛？就是啦，你嘅開菜爹媽特別其實又講，誒我愛吃過啊。我俾有貨冇啊？係咯。是啊，你一手高啦，閒。手高。福壽糕啊！你一袋你係咁多人哋係咪夾另外夾出嚟啊？誒，我仲乜看過阿片？哇！OK，幾人啦 ？OK，我俾聽阿杜麗咪講阿片，你告訴你。冇告訴啦，咪看到阿片都看到啲啦。做咩？人哋你講對呢？樣嘅，人哋有個的有細粒白色，輕輕細粒，真貴嘛。俾禮拜，人俾禮拜人講咯。啊，咩有參拜人講呢？哦，阿片，你阿伯。阿伯。我得咯。氣壺橙。哇，到呢得咯。係支頓頓嘅啊。椰豬碌。哦。It's like a bribery 嘅款啊。哦，都係就誒，阿片是 consider 大大嚟啊。有 cannabis 啊。冇，阿片是即係啦。阿片是 opium 啊。講嚟 opium。特別我問你到底啲咪是阿片是大大，阿片咪是阿片掉阿片掉緊東嘅。緊東。冇，我愛貴，你關啲啲嚟借㗎。100 gram。你我聽到我係講說阿片了。我係講是中國。聽到都冇安尼嘅暗講厲害。聽到我叫我細細漢呢，我就看我講說阿片呢。我真係講看我講說，我做你看。我做你看，安尼伊阿片啊，然後你咪一直見緊呢，我冇看過哦。即係特別museum㗎，看係掉啊嘛。哎呦，我係講有一支，哎呀，應該係笑起來定到時。冇啲啊 I don't think 有啦，我講先係這年啊。去翠華，跟住翠華。antique 嚟哦。有啦。依個伊係灰釘啊，伊係個釘嘅款嘅咋。陣間你學得幾年嘅啊？嚇？學得幾年？你學得幾年幫阿格嘅你叫你釘啊？吊釘。以前咧我一釘嘅，你看你等等隻玻璃你冚嘅。哦，呢個玻璃掛嚇。嚇！依玻璃掛冚嘅，你我係叫我講咧，伊就夾一支鐵機，然後你好識機嘅鐵機，你就 cut 淡薄嘢，你淡薄你講要過啊邊嘅嘢，特別我係講你係，我講唔正咗別嘅，你我或者是我細細漢我是唔知5歲6歲嗱，5歲特別我係講我個貴老本我15歲16歲，我講個貴先嘅，所以依度依個係啊，依成係個，然後都愛結愛就打呢，誒就。cut 一碗出來，啊！真係講怡保講個真便宜哦，二奶行，你度夾去補，你度補伊，你只胖嘅話補嘅事，我就驚味，所以未必定到嗰時我變 addict 嚟，定到時你閒時，嗰時我係幫到補伊，我變你阿平補，伊就補咧就只胖嘅，你我講到擦呢期伊索講，伊自己索啦你啊，你正入面要直坑㗎咋。整一隻表，整一部表，整一隻坑，一吐伊係你，我就捏住佢啊！
有時候呢度夾一啲行到啲開，然後開落起來，一行然後呢，誒一邊嘅啲鎖。所以呢度想有混有煙出來，然後呢，呢度所以煙啊，一所以煙就起來，呢度想感覺想我用個 inhaler 先，睇啦，就其實唔係 hold 就話 breath 就係試下，就 high 咯，I think 啊。我講是中國都數阿平嘅落嚟這邊啊。阿 John， 嚇，我看到你領河，你嘅路徑河，你話佢冇做嘅節目了嚇？拎到羅精啊？就拎的拎啊！啊，還沒說。你話佢冇做特別了嚇？哦，真係估咯，佢哋年咯。有，就是年是演的，那種是呢。我沒演呢。哦，你對調啊！誒，我唔想要做，我心想要做，是講我而家冇影嘅。你冇心啦咯。我心是有啊，影啊冇點聲。有心而力不足。呀，我冇影啊，我上班我特做，一隻間做啱咩？阿卓，你唔是冇影，是嗰另外一個冇影。冇，我直行出開冇影嘅，做工啊做冇影嘅。我嗰隻 volunteer 嘅工啊，所以就一隻咧嘅物件。你 impact 上對啦喂 ？impact 係咩啊？你講เป็น學嘅，學รู้係咪 impact 嘅？哦，我路人。嚇！我哋可能我 presentation 差唔多俾搞啊，特別我點解冇 time for 講浪嘅 impact 嗰度，特別你實講話。誒，講條 volunteering 啊，John 啊 John，我會使啊講我 volunteer 學邊啲學見嘅 class to promote my culture， 會使嘅當 volunteering 嗰時寫啲 resume 哦。都係寫面會使。OK， 我寫。都係寫面會使。因為你當見嘛，我愛畢業啦，愛找工啊。哈。然後我愛找 media 嘅工啊。哦，誒，你咪安怎？落波你直接教我做咯，去 promote 咯。啊，是啊。會使。你會使看 promote 你即係 OK，so why target audience 啊？係你咪隨看安怎 promote，你 promote 到啲馬來西亞嘅？本，特別我係audience 有當時啲馬來西亞啦。特別 anyhow 你咪隨掉會曉聽嘅人就對咯，冇差唔多就得落日本好咯。你使啊，會使啊。你會 take over 你 Instagram account 啊？是係咪啊？一直慢慢傾先，我當見我做功課。你同教講你 proposal 或者是？OK， 會使。會使，我時間就嚟話 mention 啦，我等大家知道乜事個好。哇，阿 John 我 happy 啊，成日 take over 嘅 Instagram 啊，所以免個 update 嘅 Instagram 是唔是？啊，冇啦，我特別咪是 update 會 show 誒個 related content，成日見住我俾辦好我二奶行嘅時候，應該熱補嘅。你講下，佢就會講個別人咧，別人熱補啊，按鳥咧，按鳥冇去過熱補，按鳥冇出到聲啊。有捌去過。嚇！我唔知我有食過迄個一個叫啥物啊？蛋茶。茶葉蛋哦。唔是，伊是一碗了，伊是有迄個茶，了伊下一粒下一粒內好軟嘅。哇！伊內是色誒。色誒。哦，因為茶葉蛋入邊伊個湯是茶啦，你會使啉嘅幾碗，食落去真飽。伊茶是做成個燈籠蛋，佢哋比賽啊？嚇，你裡面甘嘅咯，甘咗嘅咯。甘啲嘅。伊嘅內是已經白了啦。白了咧。伊沙色了白了嘅內啦，伊內有掉鵝去，然後就茶色去哦。有啊，變鵝咯。變鵝嚇，變鵝。哦，你那款嘢啊？像平時像燈籠蛋加入內去，然後呢？伊沾了隻菇咧啦。應該是吧，有隻歷史本啊。特別你出名咖啡店，伊無講嗰個咖啡店有嘅喎。是。哦。唔是嗰有。我去食是叫啥物天境茶室啊，天春咖啡嚇，敢若有呢喎，我朋友帶我去食嘅。
我捌聽過，特別我唔知啥物茶，你講了我捌想起蛋茶，蛋茶哦。伊有可能伊歷史上可能伊啲曬女嘅係夾落去頂，你唔知啊，佢去 serve 伊人伊夾什麼？你食哇好食，變咗唔識味啦。啊，比別是你物件，一個另外一個 friend 就是伊個有賣賣間冬。間冬啊！間冬係個大麥啊！啊，間冬嚇。啊！誒，間冬我見知哦。間冬 instant 啊，看人家講。哦，間冬好了，間冬。我是講食間冬冇。當時個隻間冬。食啊食巴誒。間冬都係食個大漢。係神蛋。哦，kelapa sawit，no kelapa。kelapa sawit。gula Melaka。喲 ，Oh my God！ kepala。你唔夠嚟嗬？龍膠出嚟。gula kepala。gula Melaka。gula kepala。Atau tau ke ni ni kipo. Capai kambong. Lu ipo kambong à? Lu chom. Ha, lại. Mỗi禮拜喂記啦，係啊係啊。咁。喂記，哦，你就俾佢家，你就俾佢家一波呀，你講聽到講你一波好係什麼啊？啊，是啦。哦，是啊，來講話，你人家除掉，人家梅掉邊。我咪說是喂。哦，琴榜是去叫四人請四人起來啊。係，後面數嘅做一做，你看你名字啊。佢每個教女樣噃，教沙婷噃。因為特登愛做特業，愛做3年啊嘛。哎呦。了都俾佢，俾做3年都俾佢安怎？做咩事都俾佢請嘅？冇愛問一塊還沒畢業嘛。哦，OK。survey 快需要個還沒畢業咯。啊，了你去你經驗上，了你去到第一步就一個。你咪是一波嘅人講廣府話？講廣府話你以後講廣府話，我學你就冇有講。你讀靚嘅比較講廣府話？識少少咯。扮代表喎。靚啊！你有廣府話咩？我廣府話是 limited edition 嘅。你攞 DKL 安怎叫物件食哦？誒咯，我係 limited edition 嘅廣府話咯。我咪是明白啦。我哋明白啦。這邊講府話冇咩好，冇咩好講，唔係講冇咩好講。哇！我基本咯，你是我但我聽的是哪集？我應該是哆來咪加奧鳥啦。搞嘅。了加奧蒂都啦。啊，我冇講嘅啊。哦，你係講我識聽，但係唔係好識講。แล้วใช้จังหวะตัวนะตัวกับโปรกุ้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หัวอ่ะจู่ๆหลังที่โทรมีแกก็ติดตานะ sorry 我啲才是咧，冇。你隻很少在落，你隻很少在落。好似我啲國外是什麼 ？sorry。John，是叫啊？我係講緊嘅，我娘。我頂班去迄個嘅樂檔啊，我去內邊擺咯，แล้ว伊內邊是迄個巴肚個了誒嘛，แล้ว我行吼，我看到迄個一巴啦，我 feel 到我 feel 到伊啥 attract 我看一巴嘅所在，แล้ว OK 咯，แล้ว我自家翕照影嘛，แล้ว我翕起來一巴，我看伊 attract 我，after 我翕咗後，我看到一個。伊安怎講誒？像一個形出來啊！一個，冇事，佢留言 next topic。Second producer 出來了。然後伊是一個形出來了，我看你形是一個紅光嘅形啊，一個。你會笑一個？
我吹冇喎，我唔知點到了。你把只你啷個time 個嘛？佢特別阿妹嚇，你吹一腳會使會使。然後我叫阿韓 post 啲 Instagram。安怎二波嘅豆嘅較肥較低？伊會水嘅數。哦，這不是人嘅 trademark。因為伊波是甲波嘅酸，係變成 mineral。哦，所以伊是生時候，伊地是伊度肥啊。對，伊 mineral 技術，所以伊只只錢嘅時伊度肥啊，肥。那麼講肥哦，直接講，我發聽過。肥，直接唔捌聽過肥。哇！啊，直接聽過。擺嘅擺嘅擺上啊，擺啦，上嘅時候嚇。我冇聽過。擺。來，讓用這 make a sentence。就是講擺。係咪意思哦？嚇。係咪意思啊？OK。啦。 For example。嚇。乜嘢啊？之後嘅。哇 ，John， 呢條情節你擺咯。個擺個等褲咯，佢當咗頭卡，我俾佢見個活到裏邊。對，係意思係啊，點 OK 啊？攞嚟多啲 para 人仔搖啊，一個人嘅搖啊，加擺佢嗰一個人。啊，然後แล้ว介起大，加擺搖啊俾。較大意思啊，較大意思。較大啦，嚇。較錯個，咩意思？肥錯大。啊，錯大，所以成個即係預報嘅豆嘅對啦。啊，冷嘅豆嘅咧，冷嘅豆嘅。冷嘅豆嘅點？個新等等，女。咯，成日變頂嘅等女，個阿婆啊，個馬路。大家玩看下，大家看啫，大家。有啲看啊，冇胃口啊。即係佢哋 broccoli 度邊。哎呦 ，Yeah， broccoli。Did you go broccoli？ 你是幾來哈？回家。回家冇面嘢，回家。Yeah，saja little what？ Yeah, cauliflower. cauliflower 學嘅話叫做咩嚇？菜花，野菜花。嗰啲菜花。椰拿菜花。椰拿菜花是 broccoli 嘛？cauliflower。高麗菜花。高麗菜花。對，高麗菜花。這裡會車講一波嘅告訴。一波啊，冇告訴，跟他講了。講係咪你是去一波特別是講咩？這個我未記翻啦，一開是叫做昆崙喇叭啫。哦，昆崙喇叭。昆崙喇叭啦，要一件一俾你炸涼嘅啊。แล้ว要尋雞卡啊。所以發現雞卡是我食到最好食。呀，雞卡，特別無食嗰邊咧。我講你意思，你淡薄 brown 啊，對，真好食，真好食。炸兩真好食。炸兩係咩物件嚇？炸兩咪是用豆腐紅椒啊，用豆腐。哦。嗰個大薯腳係乜事啊？咪是出名。大薯腳冇想下，我炸貴啲，我較貴啲啊。佢意燒吧？所炸兩是成個特人嘅咁樣即用豆腐，肯定係叫炸兩係咪？一炸咯。一叫嘅一炸，一豆腐嘅一炸。哦，你住上卡哦。大叔先，大叔有腦筋哦。有腦筋。要地燒吧，我叫其實燒吧，唔係食好食。嗰隻物件，有嚟人食有人無食，我唔捌再攏聽過哦。第波查某甲水過人嘅，第水就是第波查某。有啊，聽過嚇，聽過。有嚟人食，有人無食嚇。好，我特別猜係咩物件？辣椒。
熱波靚女啊嘛，你兜人識下你是人講熱波出靚女啊嘛，睇人家用熱波瑪麗這個位。哦，熱波唔知喎，唔知喎。我試試人條人講嘅，人講熱波靚女正正，代表大漢我可能叫熱波靚女 OK 呢。哦，我冇聽過熱波瑪麗是特別到啲這巴士位啊，你去叫你熱波瑪麗，汽車熱波嘅。嗰個講是最巴士，嚇，邊年一路 KL， 嚇，你一直要內在我一個休息嘛，一個滑掉嘛，一個困咯，你佢啊熱波暫時要冇困咗，然後佢哋佢其他當做馬鈴薯啊，一請嘅，一講一波，嘟嚕一波，你未記車啊？你好做好，你兩個禮物是條拍搭你好嚟啲。冇啦，呢個劍仔呢，會冷路咧，要唔就係坤龜頭。哦，誒，你等到啲到啲邊靚借去一波幾點鐘啊？巴士3點鐘啊？冇啦，2點鐘啊，2點鐘多啊。有時我話about那些花車，was less than 2點鐘。你放得快啊！未啊，我話speed limit 本啊，我是這巴士哦，特別穩定。你去吉隆坡你才坐卡好時巴士，去一波啊，一巴士較上誒，上裝誒不是講上卡，有你卡好時淡薄誒巴士上誒。24 seat 嚟啦。是一波誒哦。有我知。係咩色嘅？有 bunga raya 嘅。對 bunga raya。嚇，然後佢有一個只出名係咩？只出名，有只出名啊！哎呦，我未記哦。伊個公司嗰差唔多上嘅嘢見了，講聽一巴。伊公司啊，嗰樣家己伊無上名，無上交對，嗰咧特別上公司。樣個只招伊巴沙無交巴嘅時候，伊招學你換巴丁巴去。你俾單嘅時候，你 receipt 呢，無你 ticket 嘅啊。你去個車站嘅時候，剛好你單誒巴士單。迄是 agent 嘅單，迄是 agent 嘅單，你交到尾都無聲。咪發生喎啊！交到冇係咩啊？交到冇好你單嘅，忘記交到嘅。伊無你 ticket 嘅。我第一波你不出在 MC 叫咩？係咪在啊？阿曼在啊！有啊有，但我講嘅一半嗬，咁咧我講白狗幣啊，應該中講白狗幣是係古靈嘅白狗幣。但我忘記講唔知是唔是白狗幣，我不聽過就係 YouTube 嘅都嚟聽到講白狗幣是一補嘅，是一差個幣是差無甜嘅。你知哦？你講話？開車啊！你知做咩是叫白狗幣哦？唔知啊，我去講白狗幣我有去過，白狗幣上邊嗰個邊嘅。較薄個狗幣啊，對車都感覺你較薄，較重還是較薄？較薄咩冇？我只計見了。哦，咁啊，你咖啡較少誒？冇啦，加結咧。較結啊？加結。伊個幣。伊色較 light 呢。伊個幣嗬，甲香過檳榔是有影是個幣哦，係啦，尋古靈嘅，但係伊波嘅三號路無相咯，未曉講無相嗰啲啊。我冇咩，我頂住家己做 cold brew 啊。所以啊，好啉咯。好啉啊，特別伊咖啡嘅淡啦，我啉乜盡嘅啦。because cold brew 嘅 caffeine content 嘅高嘅。當今啊，紅毛伊人講蝦米啊？蝦米 bullet coffee 啊？伊是咖啡嚟去好古油嘅啊。人落有啊，一落來。本來是啊，一落來炒咖啡咁咪是係古油。放古油嘅嘛？係。蝦米啊？哦 ，bulletproof coffee。哦。我記，因為我爸甲伊朋友樣有參就是做樣個叫咖啡嘛，炒樣個叫 recipe 嘛咖啡，我爸在研究咖啡，所以要賣我，點解是我包嘅啊？我去炒對嚟好，呢時我就包，我就做燒嚟咯。只胖咯，喲！我開店呢陣時，
味所以個味比較香。哈呢個味我都覺得食喎，較甜喎。你 roast 嗰隻鵝少 ，roast 嗰隻鵝嘅咖啡都冇人搞。你 roast 嗰股嘅咖啡都較鹹嘅。你講緊你看，燒較久了較少嘅咖啡啊，對啊，對嚇。伊無得對講是烤就是。我裡面個標 roast 個真係甜嘅哦。啊，就免咖啡冇得當咯。我明白啦，我裡面 espresso， 我裡面個嘢啊，我啉 double espresso 我啲嘅困嘅哦。特別你關事本啊，你成個關事嗰時。喂，爸爸㗎啦，唔係成日冇參個 B 嘅，啱啱俾佢哋啊，俾佢哋啊，琴日泡就個 B 嚟。關事啊！誒，你自己講我俾佢啉個 B，同埋我去泡個。我俾小蛋咯，全部講掉個一波啊！我只看，才點媽冇咪講掉。阿涵，我冇咪知啊。阿涵，一波，我知道。你想咩？啊，一波是糖水街。哦，喲，我是個啉糖水哦。咦，糖水街啊是幾條路嚇有 ice 咖醬啊，有看糖水啊，像麥粥啊，下面花生糊啊，下面都有嘅，幾條路嘅。哇！你 instant pot 會煮啊？其中面叫雜果，伊是用果子做嘅 ice 咖醬嚟。哦。哦，這都講到啦，雜果雪。咩啊？แล้วอีกด้วยไอซ์กาจังอ่ะ唔是係古靈嘅哦，依然是係椰嘅。椰漿啊？啊，椰漿嘅。哦，咱是係個 evaporated milk 嘅時候。啊。你特別伊本係紅豆咩啊？啊，是啊，特別伊無係古靈咯，伊係椰漿。哦，我特別去伊波好是找我嘅 uncle 呢嚇，特別我無咪去食過。我把刀去時我被對咯，我照人去啊！我照你開車就再去。會使，我今日做物件食，我去邊到底去食呢？喲，我愛啊！先食物件食。明年先食對哦，明年先食對是貴差唔多貴啊四隻字啊，貴啊先食先幾波。我食你去。好了，你後尾佢就隨你浸文。就係拖你浸文咧，係都借 ETS 嘅。見到時我買借巴到時咧，都借車面叫咧，一bằng件事可以bằng下。你十萬邊條酷落去？啊，你問你 Nike 問我左通。有，我嘅數隻冷嚟數起嚟。一波先開始嚟 animation 吧，到底係會邊一個係掉嘅？哦呀，馬路加今年加開下。我唔捌去過，我冇咩時候去嘅款。最佢南西區嘢嚇 ，animation 南西做 animation 嘛定啊？單止一來是每款。係啊，一波子嚟單咯，咱件係會咱愛貴了單咯，梗係夠一波嘅嘛，嚟單咯。如果多啲。哦，你單啊，羅王，我即個物件，我有兩個故事俾講。我頭一個故事嗰時，我有到到 KL 對檳榔嘅時候，我後尾來頂車，真正咩成日是花，一換賣 V 我那是無錯，一換賣 V 一掛過我咯，瞬間咩我已經食咩標，我未有見到你愛撞啊嘛，係你撞先咯。跟住我到單嘅時候，一到冰起一對頂車。喲，到冰起啊！哦。แล้วก็จะต้องสิตาเนอกุยแล้วตาเนอaccident กุยเลยตาเนอขำกันแล้วแต่หลังเกี่ยวว่าตัวตาเนอเท่าจริงอยู่เติ้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ยจิบแค่อีโป้อุ้ยแล้วเกี่ยวส่วนเรา唔知เนาะเกี่ยวแต่เจ้าก็เกี่ยวเตรียมจริงเราก็เอาอีโป้กูรอ咯กูอีโป้กูรอ真會令到我較濟是去อีโป้啦我較濟去อีโป้是本是行กูรอ咧我去อีโป้嘅點時是先攞未好過咧貴過更沙係啊，特別係單咗嗰邊啊，今年過年嘅時嘛是有 accident 搬嗰邊大那邊，我ทั車嘛嗰邊。我特別是講你要過單咗就是差唔多要夠咯，我記。就是哦，係差唔多係夠啊。特別我8條，一年安怎講啊？一
真正算久咯。特別一嚿燈嗰時啊，往直群啊，本叫往車，見一嚿燈啊，起來看，開開。anh quên lắm thì nãy bộ tàn nữa mà là chu bí à lắm bộ anh con này tàn nữa số lắm because là bộ là xoa是啦，你度幾識掉啊？你一半嚇得嚟係你 Udine Square 係邊嘅？而家係邊嘅？哦，你諗鬼叫你邊度叫係咩？鬼淡薄咯。你只股較有啊，先起叫啊，是個有。定當咱去一波特別過ferry行古路，行到去到來一波就話那4點鐘啊，4點鐘拍地。加油定到，行古路是點，可能個美國車呢，是講話啲古路。早大擺你過過啦，更沙嘅時你會驚啊！你看到伊人去迄個炸、迄個山嘅時，你感覺到伊個山會感覺到會倒落來咧。拍照係啊！拍照嘅咯，係咯，你真驚嘅喎。我真係自己看嘅。係啊，嗰時冇成日拍照。actually 但仲冇啱邊講當今打 college 邊後，定當咪是有拍照嘅嘛。然後我特別過迄個我係爸有一個親戚是到啲喺邊山頂會摘菜嘅。所以我特別行過伊個 quarry 啊，行過啲拍照嘅區嘅位啦。然後我真驚，我真過啲區時，你我去過一道，伊彈咧，噗，彈你咧細蚊啊，然後我出去要被炸咧啊！所以我計驚，我到底係咪是炸掉我咯？我到厝會聽到本啊，我到厝會聽到本嚟聽到砰，然後咧你看到伊煙咧，拍照啊！我嗰一項物件冇講到一波，就是伊個海無咧港嘅線，伊只咧Sungai Perak，即係河啊！你大人嘅河啊，冇嚇？伊頭大粒，伊大頭河，大頭蝦。udang galah 啊，只水蝦多多，有陣時伊家去吹，但冇成酒，然後咧，伊有係咁樣noi落去咧，伊係咧清清嘅noi。伊suka。Oh my god！你哋suka咩魚啊？係，伊大頭蝦。係一種，我個suka伊是唔是伊係白成個 lobster 呢吧？係啦，師傅細頭大大。我是個隻咯，我是個隻，你做吹伊隻，你是唔是係成個特別嫩，然後而家去吹清吹，然後呢？唔是清吹啊，即係酒誒，伊係酒。你係有陣時你個在殺米粉。你珍珠啊嘛，有賣咯，這款係是唔是？啲巴生嘅珍珠啊。我見隻咯，我梗係估冇隻咯。巴生嘅珍珠是唔是比賽嘅小個定？啲 road side 嘅。可以吃，你把隻過唔不隻過。唔不咯。喲，好涼哦！我都講免甲魚波隻了，就你講咁樣你珍珠了。隻水係可以吹咧，係咁嫩到啲頂。在你見呢見你都對邊咧，去巴干什麼隻？啊，迄個哦 ，OK，特別我哋厝人只係是去，哎呀，我唔知叫到路啊，真會嘅。古蘭嚇？阿 John，叫啊？哇，唔知啊，叫啊？哇，你最近冇對啊？係咩嘅？最近冇對呢好了。冇，我面你個對啊，你。面你啦。你講面你。面你都是對嚟。真正是。哦，我看有黃波嘅啦，看。看你識做唔識做？都識做咧。你冇生咧。係咧，我看你係不打包冇打包啊。啊喂，冇都未見都。我看你鬥嘅弊咗啦。我不來。我見到嗰個嗌。鬥嘅都係新氣啊，叫追嘢嚟講。鬥嘅關。冇換 life。哎呦，換 life。OK，要大家各位聽眾，
若是講浪當這邊看錄條嘅，本來好勁看錄條，但是你平時冇 subscribe 啊，其實 subscribe 係 number key 嘅啫。有時如果第一正啊，若是你第 subscribe 第你正係講話有現條落音，咪是你對條通對人YouTube 對通知你。然後個有我講咩啊？特別我看唔大是講咩？哦，對，特別夾邊，對，我即報告啦，特別夾邊啊！即禮拜是按鳥啦，個一人按鳥，按地都，按火車，喂，按雷咪，喂，阿偉哥，然後佢老豆阿妹，然後佢按七隻馬，按豆嘅，咁樣按嘅，按國中。國中嘅，這是幾句啦嚇？這是韓一個有特啲 Skype 下邊嘅頭，了解，夠阿偉之類，表達。搞笑！你咪多多兩笑聽嘛。拜拜。Silakan betul. 亂死啊！可以唱到啲哦。OK， YouTube 嘅人。一起 subscribe，然後就定住禮拜 episode 落去看這邊啦，是 subscribe 到啲這邊，然後看到 subscribe 即係那麼多 key 啊，OK，bye。Dorami 你到了。